生你好，请放弃文艺父母抢错。你好，我嘟嘟長新疆阿爸嘅個人，遇到盤農藥工作嘅問題，我哋做得老萬人來請教。先生，你做得個說明一下麼？最近我屋卡嘅感染嘅病蟲害遇到嚴重，請問按樣辦處理下好？我知咧，病蟲害防治相關問題屬於農業嘅業務，係農業局負責。我讓你打電話本農業局通知，請佢讓你詳細來說明，請等一下哦。先生你好，我想請當歡喜文藝父母。陳先生你好，先生你好，你屋下嘅感染係拄到哪種嘅病蟲害呢？最近五項病老上天牛嘅發生動嚴重，農業局做得推薦乜嘅效果較好嘅預防麼？新請問你發生事件有幾久咧？受害嘅面積有幾番咯？幾片果然都有呢。那係情況易嚴重，建議你嚴須愛噴農藥。愛噴哪種農藥較好呢？有關推薦用藥，我先請你到農業委員會、農業藥物毒物實驗所嘅網站地圖有隻植物保護嘅欄位，底部就有植物保護手冊俾你參考。底部是有噴農藥嘅建議係麼？係啊，高樹病蟲害嘅專區底部有各種高樹相關病蟲害嘅防治方法。你哋文獻底部就記得，針對某相關嘅病蟲害使用嘅藥劑名稱、用藥方法和注意事項。好，還有其他方法做得更加了解農業嘅相關知識麼？你未做得到趕去嘅農藥店詢問，請該賣嘅人推薦有好嘅藥劑。我知咧。我就顯示啲個推廣中央制定嘅農藥監辦政策，鼓勵農民農藥少用，喺病害發生之前做得先做預防準備。好，希望你提供寶貴嘅建議。唔是客氣，有任何問題歡迎你查過來詢問。希望我